又想平又想嚟珠海三毛近，啱啱好你嘅荷包入邊有5萬蚊，咁今日睇人呢一條片你就要小心啦，因為我經理好難唔心喐啊！5萬你就可以上車珠海三毛旁呢個89平方嘅豪裝3房，仲喺度租緊屋嘅朋友啊，嗱嗱聲同業主解約啦！門口帶咗16嘅門5合1智能密碼鎖，到頂嘅鞋櫃以及全屋智能家居系統，全部都係交付標準。入到嚟就係一個 L 型嘅廚房，加埋呢啲廚房新見到歐派定制櫃，都係交付標準，仲送足一個生活露台俾到你，可以喺度洗衣晾曬，非常方便。餐台可以滿足你1家4口喺呢度同時用餐冇問題嘅。成個客廳開間都有足足去到3米啊，非常之溫馨。主要係5萬嘅首期，你去邊度玩啊？翻到休息區感受下，公共洗手間乾濕分離，所見即所得。隔離就係你嘅兒童房啦，非常之 OK 啊！隔離就係一間可以作為你客房或者係爹哋媽咪房都係 OK。主人房仲帶咗套廁嘅設計俾到你，飄窗位全贈送，擺低張米白嘅床，仲可以做到3邊落床位。呢度揸車去到三毛，只需要5分鐘嘅車程就可以去到啦。樓下仲有香港、澳門嘅直通樓巴，返到香港、澳門非常之方便。月供1000蚊，首期5萬蚊，上車。感興趣嘅朋友可以喺評論區 call 3條6，我係小雅，點個關注帶你睇樓。